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，Booking 是这个世界111的订房网站，但是有一个小姐，伫咧 Booking 开达15000订泰国曼谷的饭店，对方煞甲通知讲，爱搁汇一条钱到另外一个指定的口座，才要甲伊讲饭店的地址。这根本就是诈骗！这个小姐怎请求 Booking 来协助，但是 Booking 拢无处理，先生就要出国咯。伊只好是另外搁开钱，另外搁来订饭店，讲下摆唔敢搁透过 Booking 来订房间咯。Booking 回应讲，目前要搁咧了解代志的头尾。With so many choices on Booking.com， 这 Booking 有真侪饭店的档期，佫是全球排1、2等规模订房间的网站。刘小姐为排名内底订泰国曼谷的房间，说是够哄骗6万块，指控 Booking 根本无伫咧过滤认证饭店的资讯。家庭小看过房间，佮厨房含客厅等等休困的所在，后果佮收水池下当水上，就是刘小姐假日饭店，一直困啊订落空，想要到政府还，佮互通知爱为配票平台支付5万块泰国钱，超新的票4万倍，这让真相地址伫咧倒位。Google 街景上，我是看到那边动线是很模糊的，我需要再汇一笔款项到他们指定的配票账户，才可以告诉我后续。刘小姐翻头来问 Booking 变怎？唔是无消息，也无就是人无要改插，很瞎，而且要我们到当地现场发现没办法住，他们才会协助我们找其他饭店。可是我们怎么可能一群人在那里流落街头？顶个月14号，刘小姐订饭店，毋过拢问无地址，过2天问 Booking 服务专线，嘛是无消无息。18号嘛发现扣饭店封锁，20号搁一摆问 Booking， 嘛是无消息，就惊出国无所在住，只好搁另外订饭店。这座旅游开超过13万订房间，等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人理我，他们既没有办法处理，也联系不到，但是还是让这个住宿房就在上面刊登广告。规家伙仔要到泰国曼谷省，花费这超过13万的代价，煞尾这条钱敢要当提回来，无人知。Booking即马搁当伫了解，毋过出国进前精神溃烂，拢已经真拼，嘛互侪侪民众对 Booking 订房间拢变较真无信心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